大家好，歡迎收睇 Android 中文資訊網。等咗幾個月嘅 CM9 ROM 咧，終於都登錄咗 Galaxy S2 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教大家點樣喺 S2 度安裝翻呢個 CM9 嘅。咁喺安裝之前，首先就要將我哋啱啱喺電腦下載咗落嚟嗰幾個檔案咧，擺翻落電話先嘅，包括呢一個 CM9 嘅 ROM 啦，同埋另外一啲 G-Apps。咁個 ROM 就主要係將個系統升級翻做 4.0.3 啦，同埋係一個 CM9 經過深度優化嘅 ROM 嚟嘅。咁另外 G-Apps 咧就係將你嘅手機安裝翻一啲 Google 嘅應用程式，好似Google Maps 啦，同埋Android Market 等等，就令到個服務咧更加完善嘅。咁將啱啱嘅檔案放咗落手機之後咧，咁就要將你嘅 Galaxy S2 咧安裝咗個download mode，安裝咗個 CWM recovery 先。咁安裝之前咧就要進入咗 download mode 先，就係撳音量減 home screen 掣，最後咧就撳埋個電源鍵 ，hold 住幾秒啦，直至到佢出咗呢個界面嘅時候咧，就可以鬆手，然後就撳音量加，進入個 download mode。咁呢個時候咧就望翻個電腦先啦。咁大家啱啱喺我哋嘅下載咗嘅 CM9 嘅拆機工具嘅時候咧，就將佢解下先啦。然後大家會見到一個叫做 Odin 3嘅應用程式，開咗佢啦。咁然後咧就見到呢度有個叫做 PDA 嘅檔案揀嘅位置，咁撳咗佢之後咧，就揀翻啱啱下載咗嘅 kernel。咁呢個 kernel 咧就會幫大家嘅電話咧嘅 Galaxy S2 咧就安裝翻個 CWM recovery， 咁就可以安裝到個CM9 ROM 啦。咁揀好晒所有嘢之後咧，就可以將個Galaxy S2 已經進入咗 download mode 嘅 Galaxy S2 咧，透過 USB 線咧就連接翻落個電腦度。連接咗之後咧，大家就會喺個電腦個 Odin 嗰度見到咧，本嚟最左手邊呢一格係白色嘅，就會變咗一個黃色啦，同埋見到一個 device 嘅位置，有個資料咧，咁就可以撳 start 嘅。咁等佢幾秒咧，個 kernel 咧就會安裝咗落個 S2 度啦。咁個 CWM recovery 咧，亦都會自動咧就會安裝埋落去嘅。咁佢重新開機嘅時候咧，就掹翻個 USB 線，然後咧就掹翻個電啦。然後就進入 CWM recovery， 撳音量加，主要鍵同埋呢個電源掣一齊撳。同樣係撳住佢幾秒，直到出咗 logo 嘅時候咧，就放咗個電源掣，但係 keep 住另外音量加同埋主要鍵啦，直至佢進入到呢個 CWM recovery， 就係咁樣嘅。咁喺安裝呢個 CM9 之前咧，就比較建議你哋首先進行咗 backup， 即係一個備份先。咁因為有啲咩事咧，都可以回復翻先前嘅階段啦，就唔會有任何嘅資料嘅損失。咁 backup 咗之後咧，就將所有嘅 data 清除晒佢，包括所有嘅緩存啊、所有嘅 setting 啊等等。咁就見到係頭三項啦，其實。咁雖然呢個過程咧就比較複雜嘅，咁但係如果你哋冇進行到呢個清除啲 data 嘅工序嘅時候咧，你開翻個 CM9 開機嘅時候咧，就會不停咁出現一啲false close 啦，甚至係開唔到機嘅情況。咁除咗清除資料之外咧，亦都要 format 翻個 data system 同埋呢個緩存。
咁清除晒所有資料之後咧，你個手機嘅系統咧就會變得乾淨啦。然後咧就 install menu 入去，揀翻個 choose zip from internal SD card，咁就揀翻啱啱大家放咗落個 Galaxy S2 入邊嘅 CM9 ROM。咁其實你哋就唔需要跟住我個 path 嘅，咁但係就要喺手機嗰度認得出自己擺咗去邊度，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揾唔翻，就要嘥好多時間先喺嗰個幾百個 files 入邊揀得翻出嚟咧，就比較麻煩少少。咁呢個安裝需時，咁就中途就唔好熄機啦。如果唔係就會手機就會 break 咗，開唔翻啦。咁安裝完啦，就可以開機先，之後先再入翻去個 recovery 度咧安裝翻 G-Apps 嘅，可以 reboot menu， 又 reboot system。咁第一次開機嚟講咧，佢就比較耐少少啦，同埋亦都要俾啲耐性啦，因為第一次開機佢就要進入翻嗰個系統嘅寫入嘅工作咧，就比較慢少少嘅。咁但係之後咧就唔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咧，佢個 boot animation 咧仍然係未升級到去先前流出嘅比較靚少少嘅畫面啦。咁但係都冇乜所謂嘅，用咗個系統先都得。咁等佢開咗第一次機咧，等間就可以進入翻呢一個 CWM recovery， 就同啱啱一樣嘅，都係撳翻音量加、主要鍵同埋電源掣，就可以入到去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啦，第一次開機咧，因為我哋未安裝 G-Apps 啦，所以佢就唔需要登記住嘅。咁但係如果係想長用呢一個 CM9咧，都比較建議你哋安裝翻，因為如果唔係就用唔翻佢個 Google Service 啦，就比較有少少唔係咁完整。音量加啦，撳翻，同埋呢個電源掣都得嘅。咁今一次入咗去個 recovery 之後咧，就唔需要再清除任何 data 嘅，就直接撳 install from 呢個SD card 啦 ，choose zip from SD card， 然後揀翻大家擺咗個 G-Apps 嘅位置咧，再確認安裝咧，佢就自己會安裝翻一啲 Google Apps 嘅。咁等佢安裝完啦，就可以重新開翻機。咁同樣啦，今次開機都要等多佢一陣嘅，因為大家就喺個 CWM 度安裝咗一啲新嘅程式啦。而且佢開機之前咧，佢就會進行一啲呢啲 Apps 嘅寫入翻啦，就要比較需時嘅都係。咁就等佢一陣啦，然後就會開翻機啦。咁大家見到啦，任何嘅關於個 Google 嘅 Service 嘅開啟之前咧，佢都會叫你 sign in 翻先嘅。咁就可以俾大家睇下啦，佢個系統咧就更新咗去 4.0.3。至於界面方面咧，仍然係用緊個Android 4.0.3公版嘅界面嚟嘅。咁可以見到咧，個 CyanogenMod version 咧就升咗去3月2號嘅 90版本。系統咧就已經好順暢啦，而且 bugs 亦都比較少。咁
咁但係比較可惜啦，佢就暫時未能夠連接到去一個電腦度嘅。咁所以就如果你要喺電腦度傳輸一啲檔案入個手機咧，就比較麻煩啦。咁但係仍然大家可以用呢個雲端嘅儲存服務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咁但係都係比較麻煩少少啫。咁大家見到啦，呢個系統但仍然係會有一個 developer options 嘅，咁入邊就可以揀一啲開發者會使用嘅一啲程式啦，好似強制個 GPU 去運行個圖像等等啦。咁今次個教學咧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喺安裝呢個 CM9 嘅過程入邊遇到任何嘅問題咧，都歡迎你哋問翻我哋啦，我哋就會盡力去解答你哋嘅問題嘅。多謝收睇。